各位朋友，大家好。咁我哋頻道咧會有個新嘅節目嘅系列，就係咧去到分析咧同埋欣賞咧，就係2018年咧中文科啊 DSE 啊有12篇嘅範文嚇，咁佢哋全部都係文言文。咁我哋呢個系列嘅節目咧就唔係話針對考試嘅嚇，因為其實呢12篇嘅古文咧都係好值得去欣賞，同埋非常之有趣味。咁我希望咧用一個比較輕鬆嘅形式咧，係同大家咧一齊去欣賞咧呢12篇嘅文章。咁如果同學仔咧即係聽咗之後咧覺得有幫助咧，咁我都固然開心啦。咁但係最核心咧唔係為咗考試，係為咗咧就係我哋從嗰個文學欣賞嘅角度咧，一方面去欣賞啲好嘅文章當中嘅藝術當中嘅美感，另外咧呢啲文章咧都好有教育意義。入邊咧有啲好深刻嘅道理咧，係絕對咧，不論係讀書又好，小朋友又好，大人都好咧，都同樣會受益嘅。咁我哋今日咧第一篇去到咧欣賞嘅文章咧，就係北宋作家蘇洵嘅作品《六國論》。咁蘇洵係何許人咧？唔知大家熟唔熟佢啦。咁但係佢個仔咧，應該大家會熟啲，就係蘇軾啦。咁而佢另外個細仔咧，蘇轍咧都係北宋咧著名嘅文學家，咁所以咧佢哋咧喺文學嘅成就上咧真係一門三傑。咁蘇洵咧係出生喺呢個1009年啊，即係公元咁咧就去到1066年就逝世嘅咁咧佢主要嘅作品咧就係散文。咁咧蘇洵就字名允，號魯泉就係咧四川省嘅眉山人咁當時眉山就喺眉州嗰度嘅。咁咧相傳咧佢就27歲咧先至咧係發奮為學咁我哋而家覺得27歲咧去讀書咧都唔算係太遲，因為都好多香港好多朋友咧可能即係出嚟做嘢咧都繼續進修，甚至可能之前咧上一代咧可能因為家庭嘅問題或者學位未夠嘅問題咧，係可能讀到中學咧已經係要出嚟社會工作啦。咁去到啦，可能27、8歲、28、9歲，即係發覺咧因應呢個知識嘅需求或者咧就話一啲工作學歷嘅要求咧，係重新咧係返回校園，或者咧係以呢個兼職嘅形式咧係即係日頭就返工，夜晚就讀書咧，去到完成佢學位嘅。咁但係古時嚟講，27歲咧已經係幾大年紀下噶啦因為可能咧18、9歲、20歲咧，可能已經結咗婚生咗仔噶啦。咁27歲咧去到發奮求學，以往嚟講咧係一個比較大嘅年紀。咁咧佢27歲去到發奮咧，為嘅目的當然係去考試啦，係嘛？即係以前嘅讀書人都希望咧就係光宗耀祖。咁如何光宗耀祖咧就唔係話揾好多錢做個大老細咁咧反而以前咧做生意咧反而係冇咁受人哋重視。正所謂呢個士農工商，商係排第4嘅，排最後嘅。咁士咧就係做官，讀書人咧就係當時嘅地位咧係最高級嘅。咁咧但係佢咧去做考呢個進士同埋茂才科咧都係冇中嘅咁茂才其實都係啲地方嘅府試咧佢都係即係考唔到進士咧就係已經係去到咧係中央級嘅考試噶啦。於是咧佢憤然咧自焚佢平日所寫嘅文章佢非常之呢個傷心。咁佢非常之憤憤不平。憤憤不平點解憤憤不平嘅意思咧？肯定覺得自己寫得幾好，但係咧就唔受人哋嘅欣賞即係話啲考官咧冇眼光冇見識。咁咧佢諗翻我寫啲嘢咁好都冇人賞識，不如算啦當垃圾咁樣燒咗佢啦，就反而將佢嗰啲平日所著嘅文章咧燒鬼晒。咁但係咧佢燒晒之後咧唔係話咧就係沮喪放棄或者就係話放屁啦，算啦，我都去耕田啦。佢咧反而咧就係話咧重新去到檢討自己，再度咧
閉門咧潛心讀書，佢可能發覺咧自己有所不足。咁開頭佢反而去到燒書，一係就覺得唔抵啦，一係咧就覺得原來自己係咁渣嘅嚇。頭先講可能其中原因咧就話去到憤憤不平啦。另外一個角度咧就話咧佢咧睇到自己嘅不足，係覺得咧自己咧實在太渣啦咁根本咧不配咧去再去到寫嘢或者咧佢睇翻佢以前嘅文章咧覺得簡直係垃圾，咁所以就燒咗佢啦。咁如果我哋睇翻咧，應該係後者嘅機會係比較高嘅。咁所以咧佢就咧係檢討自己，改進自己咧，閉門潛心咧係奮發讀書。終於咧佢係博通六藝同埋諸子百家嘅著作係啦。六藝咧我哋所講咧就係以前古代咧係六種嘅技藝：禮樂射御書數禮就係一啲禮儀啦所以以前有個禮經一啲儀式祭祀或者係喺官場節日上唔同嘅時間一定要遵守嘅禮儀。樂咧就音樂啦，射咧就射箭啦，御就騎馬啦，書咧就係去到寫書法啦，數咧就係計數咁樣禮樂射御書數就稱為六藝。咁同埋諸子百家文章咁包括孟子孔子荀子莊子等等啦。咁咧佢讀書有成之後咧，佢寫嘅文章咧係大有進境嘅一寫數千言數千個字，唔係而家白話文係寫文言文文言文咧，如果幾千字已經相當之長噶啦咁去到宋朝咧，嘉佑年間咧，佢得到當時咧即係一個文學界嘅領袖人物，就係歐陽修嘅賞識讚賞咁即係話，例如你做一件事係得到嗰個行業嘅權威嘅欣賞，你即刻就呢個升價10倍啦。咁例如如果大家中意飲紅酒嘅，如果咧得到 Robert Parker 嘅評級咧，你就即刻就升價10倍啦。咁所以咧就係當時咧佢得到歐陽修嘅賞識咧，即刻咧佢嘅文章咧係受到注目。咁甚至咧佢咧喺仕途上面咧都係比較順利佢曾任職咧就秘書省嘅校書郎啦，霸州文安縣嘅主簿咁佢都擔任嗰啲官職，不過咧就唔係話非常之重要嘅官職嘅。咁後尾咧佢就同另一個文學家咧就咧叫做姚辟咧就一同咧就修訂呢個禮書《太常恩格禮》100卷即係都係講禮儀嘅一個著作啦去修訂呢本咧係古籍嘅。咁呢本書咧我唔知佢咪辛苦得滯定係點啦，係啦頭有得滯。咁咧終於本書咧修訂完畢之後咧，咁咧就呢個蘇洵咧就離世啦，不久之後咁喺政治立場方面咧，蘇洵咧係主張咧，因為當時咧宋朝咧經常咧受到外族，即係北宋受到外族嘅侵擾，而當時主要嘅外患咧就係遼國，即係契丹人。咁所以咧蘇洵係主張咧係強力武力去抵抗呢個契丹嘅攻略，而對當時咧大地主嘅兼併啦，同埋啲政治特權咧，一啲社會嘅唔平等咧，佢都係感到咧非常之不滿。咁所以咧佢就透過寫文章咧去到反映時弊、諷刺時政係啦。所以咧佢為文章咧好擅長寫一啲咧策論，即係啲策略性議論嘅文章筆力係非常之雄健、有氣勢、老辣獨到嘅。咁咧又好有咧戰國嗰陣時縱橫家嗰個氣質咁咧我哋頭先提過咧就係話佢咧就家庭咧就一門三傑咧，佢就同佢個仔蘇軾同個仔蘇轍咧係合稱為三蘇咁咧呢三蘇嘅意思主要咧係推崇佢哋咧喺寫古文嗰方面嘅成就，而佢哋三個咧亦都係被列入咧唐宋古文8大家嘅
因為當時咧喺唐朝咧，去到呢個韓愈柳宗元咧，因為當時咧係寫太多好多即係內容空泛啊，即係嗰個着重形式啊，純粹嗰個重視措辭華麗嘅一啲駢文係啦，講好多呢個對偶啊、排比啊、嗰個音節啊、押韻啊，咁但係咧唔重視文章嘅實質內容啊，咁所以咧當時韓愈咧就高舉呢個文以載道，係咧推崇翻或者係叫進行呢個復古行動啊，就話我哋應該跟翻好似咧呢個先秦啊戰國時代、春秋戰國時代咧寫嗰啲嘅散文，即係好似孟子啊、論語啊、莊子啊、戰國策，係寫翻啲咧係有實質嘅內容、實質嘅內涵富有教育意義一啲咧可能對國家、對個人係有益嘅一啲嘅文章所以當時有個叫古文運動。咁唐朝咧就有韓愈、柳宗元兩位啦。咁宋朝就總共有6位，除咗三蘇呢3位之外咧，就分別有頭先即係文壇領袖咧，歐陽修啦、王安石咧，一個後尾著名嘅政治家啦，同埋曾鞏。曾鞏咧就比較冇咁出名嘅咁所以咧蘇洵咧喺呢個中國古文嘅發展咧，特別喺宋朝嗰個政治論文嗰個貢獻咧，其實都係相當之大。咁而呢個六國論即係六國論係講啲乜咧？咁點解唔係七國論或者係三國論咧？咁當時咧佢主要都係講翻咧戰國時代戰國七雄嘅其中6個國家佢最終敗亡嘅原因。咁佢寫呢篇咁樣嘅歷史嘅論文，究竟有啲咩目的咧？而佢當時所處於嘅北宋嗰個時代又係啲咩環境咧？咁呢個本身嘅歷史背景咧，對於我哋去理解呢篇文章入邊所表達嘅主旨咧，其實係好重要。咁當時咧，蘇洵所處於嘅年代咧，就北宋嘅時代啦。咁而北宋咧之前咧就係呢個藩鎮割據、冇人專政嘅5代十國啦。咁咧北宋建國以嚟，由宋太祖趙匡胤開始咧，就係咧針對咧唐末嘅藩鎮割據、5代嘅軍人亂政，所以因此咧就希望令到社會咧恢復穩定咧，就實行呢個中央集權制度，係啦，所有嘅權力咧都係喺個掌握喺中央嗰度，地方咧就去到削弱嗰個地方嘅實力啦。解除咧節度使嘅權力，當時節度使咧就係啲地方嘅軍人個軍事勢力，就派遣民臣咧就做地方官，甚至係帶兵嘅。咁呢啲官員咧就到地方咧管理財政啦，而由皇帝咧就直接咧控制呢個禁軍。禁軍即係話喺京師呢個守衛皇室嘅軍隊啦，將地方嘅政權、財權、軍權全部係收歸中央。咁而為咗防範咧武將嘅軍權過重咧，係嚴令咧將帥咧不得專兵，甚至係外出作戰必須按照咧皇帝頒發嘅陣圖咧去行事，即係話皇帝教你點打仗咁你想打得贏想打得勁都難啦。咁將帥不得專兵係咩意思咧？就係話咧佢唔能作為一個將軍係唔能夠長時間咧係帶領咧固定嘅人馬，即係咩意思咧？例如有 A 呢隊軍隊，咁我作為將軍咧就去帶領佢3個月，3個月之後咧我就要轉去 B 嗰啲軍隊啦。咁就形成咧就係話嗰個將領同嗰個士兵嘅關係咧會變得冇咁緊密亦都咧就係話咧去到成日輪流轉嘅時候咧係減少咗咧係士兵同埋將帥之間咧嗰個咧有機會咧大家咧係熟絡咗啦。
夾埋一齊啦，產生咗呢個親密嘅感覺啊，或者咧就係話咧減少咧呢個武人咧去到專政啊，令到咧就係話咧將來咧佢哋咧有機會造反啦啊，因為要成日輪換啊嘛啊，咁所以咧最終嘅結果咧雖然係個政局變得穩定，咁但係咧軍隊咧就失去咗個戰鬥力啦。咁咧係啦，咁所以北宋建國100年間咧，北宋嘅軍隊同契丹咧，同埋另一個主要外族叫西夏。咁西夏咧就係黨項族所主要係組成嘅。咁佢面對呢兩個外患咧，打咗大小咧60幾場戰爭啊，輸多贏少啊。咁所以咧北宋咧呢個中央集權強幹弱枝嘅措施咧就係導致咧官僚機構嘅膨脹，咁咧同埋咧軍隊咧個軍力咧係長期積弱，咁而去到北宋中期咧嗰個咧官員嘅俸祿咧，同埋咧就係嗰個軍費嘅開支越嚟越大啦，係啦，咁點解咁我哋又諗翻點解即係佢嗰個成日打輸仗，咁點解軍費又會增加咗咧？個原因就係話佢唔改變呢個咁樣嘅策略即係繼續去到輪換嗰啲將帥，但係咧又經常打輸仗喎因為軍隊戰鬥能力低咧，所以咧就要使多好多錢咧，係增加個軍隊嘅數目，即係話可能我10對10打你係打你唔過嘅，我係渣吹咩？我就加到20人，蟻多嬲死象。所以嗰陣時咧軍隊擴充都好大所以咧令到咧官員嘅即係文官又多啦，軍隊又多啦，嗰個財政好差，同埋咧因為成日打輸仗咧，成日賠錢，所以令到當時咧政府咧財政咧係入不敷支咁咧就而北宋當時咧喺地方面咧，佢係唔限制呢個土地兼併嘅政策，即係話一啲有錢嘅地主咧就不斷咧去到咧係兼併咗其他咧冇錢嘅一啲嘅窮等嘅農民嘅土地啦。咁呢個地主土地越嚟越大咧，自然咧出現咗啲剝削咧呢個低下階層農民咁嘅現象啦。咁令到咧社會產生好大嘅矛盾，即係話好似香港咁，有啲人會覺得香港地產霸權呢個樓價又貴，人民就好難買到嘢，物價又貴，人民生活好艱苦啦。咁所以咧就會產生好多咧階級矛盾、社會矛盾啦。咁而即係政治上嘅專制腐敗啦。我頭先講過就係話係養咗好多不必要嘅一啲冇用嘅文官啦。軍事上軟弱無能帶嚟咧就係外交上嘅極端嘅軟弱。到蘇洵生活嘅時代咧，北宋每年要向契丹同西夏咧係上貢即係賠款係大量嘅銀兩同埋商品嘅呢個咁樣賄賂嘅結果咧，反而咧係助長咗契丹同埋西夏嘅侵略嘅氣焰，加重咗人民嘅負擔。長此落去咧，只有呢個咁樣嘅負擔嘅雪球咧係越滾越大，係大大咧削弱咗國力令到咧係後患無窮嘅。所以咧蘇洵嘅睇法咧就話當時咧北宋咧喺軍事上係處於一個弱勢，而主要個原因咧唔係話北宋渣咁解唔係話單單呢個咁嘅原因，係咧係佢軟弱，係政策上求和係啦，用錢去收買你，用錢去緩和矛盾用錢咧去到咧換取短暫嘅和平咧，就反而咧係令到咧敵強我弱
將來嘅局面咧係越嚟越差啊！國家咧係積貧積弱，所以咧蘇洵咧就針對呢個咁樣嘅情況咧，係撰寫咗《六國論》，去到咧係提醒當權者咧係要修正呢個政策啊，亦都咧去帶出一樣嘢咧，如果長此落去咧，不斷去到收買敵人，不斷去賄賂敵人咧，最終咧只會走上咧六國破滅之路。好，各位，我哋今日咧就先介紹咧作者嘅簡介啦，同埋咧嗰個文章創作嘅背景。咁我哋下一集咧就去正式咧進入呢個原文，去同大家欣賞呢篇咁出色嘅政論文章啦。下集再見。